我可以上，刘英不能死。这房间内天地灵气循环，不可能生不出。会不会是罗风阁的人故意演我？罗风阁。 果然有人懂我，必须分身前去。有望，你唤出那代化身便会灵力大减，若是受伤会伤及元神。我可以上，刘英不能死。时辰差不多了，这元神在莲花宝盒之中，冰心仙子还不打开？不急，等那女人流干了血，罗风阁使者会传回消息，到时再开启宝盒。尉迟龙颜，竟敢擅闯！把元神给我！